大概是我是个我希望爱讲的故事，让我被心痛，让我被心痛，石头做了刀，好一棍打的，手里两个做好嘞，我的娘我个都管，做为做了是处为。常说个寂寞是心头山，走到几行你就知，在小你人恶个，唔通伤，唔通看，唔通好，魔鬼叫抓起，来做好我的面前，叫伊食紧个，那想个那好，春秋万来食。也本冬天，这来起心明变，这来是背着，人人看这对着个时代，你着山去凉风，上在叫刀，请出面食瓜子，探我规矩，上在就生气，随时看这个。作用把刀来行了，好我在命叫人看，都托我人把刀，我的故事就讲到这，感谢。我今年出个本，有个查找吧，我比那个湖南购物的妈卡后的在了去，然后是在那些，然后做稳购行书，来还个按个然后想个让人开心可以来做个，然后是在那些那个大报，你考试进来国家，你能进场，你能在书上个考到的。一个靠给人家推销话，在屋里干什么？以前上当铺呀，我回来，行。然后可以上工网啊，看工网。上个家你说下你家，你只需要上个唱个来摆子摆下，我告诉光我家。够一啦。道具。真厉害上，野花大海，起大风浪，海上的风浪，真正头，到底是听声，老好友爱叫伊的上帝，到到用哪去啦？煞落去船底，到底遐好过，都看到无无。全新的人一起处处大家讨论，咱拄着这个大灾好，啥物啦？就开始拖挂，拖着用啊！当因知影这个大灾好是用啊违背上帝的话讲，就来用啊带着地球海，这是太险有情咯。当用啊绕着地球海，上帝就为明白，这个伊这大是推开，哈起来，你甲迄个推着去，伊个到过来，
就拿机器到倒来，一款沙米沙粒，一直乌暗啊到倒来，真啊非常的惊讶，伊向上帝悔改说过，耶和华我上帝，我拄着患难时求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是因悔把你吼叫，你就听我的声，所有的拯救都出自耶和华，耶和华我上帝，请你拯救我。伊就说，上帝就命令伊在大地，把约拿创伫大地上。上帝第二届对约拿讲，约拿，你起来，去这个大山，我命令你传的，你去传出去。甲约拿就快快跳的，即到尼尼微宣布讲，我信在你，尼尼微就要倒坏，因为尼尼人有信上帝，就宣布去死，人人拢离开伊太咯，以及手所在歹事。上帝知影尼尼人已经悔改，离开恶道，就回心转意，挽回伊的大生气，要互家人讲。约拿知影这件事，原来介无欢喜，佮大生气，就出生气。第二下的当时，而且为家己大节了，因为咁样看来这大家最后会抓有。上帝就为大家让披麻书还会用啊，做应要压皮头感。对啦，因为一件这张披麻书是大欢喜，树会到七月中，真的就比较下场。来讲这张披麻书，睡到口罩，是吹。上帝个把养坏然后这样那里头跑去用哪上班用哪叫咩死死活活去，伊话甲当袂着，就为家己就死讲，欢喜比我嘞较好。上帝对伊讲，你为着这张披麻书合理吗？当然因讲，我就去到这也合理。上帝对伊讲，你为着这张披麻书就去合理吗？这张披麻书你无互伊叫我，也无互伊。伊一年发生因为事情，伊还阁请着何况是我，我刚刚会当无请着，因为你这个大人。这个故事互咱看去，上帝是宇宙的主宰，故事中的大鱼、风浪、披麻树、甲虫，拢是出自耶和华安排。这个故事也互咱看去，上帝怜悯甲主啊，伊毋但请着尼尼人，也请着过去的约拿，更加教导约拿。当天会上帝主爱的心意，我的故事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平安，平安。我是新华教会新会信徒，我今日在讲先知大比利真奇妙的故事。犹大罗用那去大卫第3年，一轮当时3日的时阵，一轮有5个干啥，就菜酒，为伊是个红七个中。提出无参会、无看见、用真水、地位聪明的小人，是你甲伊三个朋友，迄阵人历史当中，因伫汪洋内底受教育3年，但伊到啊，如果讲尼采王将介绍因的考试发现，是你甲伊三个朋友地位聪明，比其他少年的好。甚至是从头故事甲小事描绘出来，上帝的故事和美丽，令每个种人的心更了。如果甲尼采王第2年，伊对望习惯出袂去，王叫人叫故事甲小事的去解答，但是王袂记录啥物，所以无人会猜开。王就是去。就下令要开比如错误土地，在你知影以后，就去往时间，是要从这个人解释给你听。在你首先，不在3个朋友，就是有一点上帝，怜悯帮咱，一直往杀掉。上帝后来从这个秘密对比利显明，在你就俄罗斯的上帝，在你记记后。我问大比利，你会使将我所讲的拄仔解释吗？大比利这讲，讲啊，你所讲的秘密、故事、甲小事都是我无法讲。我即马要讲，出来地面无个人，是你自己上的。你从这个人显明互咱看，讲啊，你看是大象，这大象是大，真灿烂，但是你面前看起来真恐怖。
也头壳是真的，看甲手骨是真的，腹肚是真的，腿气也他的挂地挂回，这挂地接着头拍过来，讲着挂地挂回下盘，后来金银三气土专心拍开，五风回山，变形过山，上万。这就是王你所做的梦，我即马要来替王解释这个梦。王啊，你是内王的王，是你的上帝面中国度完美人类应当守护互你，你就是迄个金的头壳，上帝互你掌管世间所有一切。但你后，你个兴起一个一里，第三个是等于天冠天下，第四个。伊就起拍林江王，过来你看见半天半土的脚盘，就是迄个半强半弱。过来有各种人相贪，但是袂相合。同时，今天的上帝要个设定一个，这个在存在到阴阴旺旺。最后，你看见这一头拍出来，讲着半天半土的脚盘，就是记载的上。拍金银三气土，就是机关的上帝将这个天空指示我们知，这个梦看今天王听完向在你的对白讲，你竟然有法度将这个梦显明互我看，你的神真正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啊！后来王着守护在你真济在你派在总理。官兵或比如所有有意义啊，你的功夫真济，我今日是讲其中的一个，感谢各位。大家平安大好，我是中州高的主理2的学生王淑文。我今讲的故事是水厝顶倒来的白鸭。有一天，耶稣伫一间厝内咧教一人，当时有一个。当时厝内听过了真济人，这群人中有法利赛人甲法国化的先生边仔咧坐。这时有一个病人，伊完全无法度顶动，只有倒伫铺仔顶悬。互医生的朋友甲伊讲去找耶稣，因为伊相信耶稣有医治病的能力。毋过因为人实在是太济啊。只好，伊无法度甲病人送去要厝内，只好甲病人送去要厝顶，拆开厝顶，甲人连铺仔做伙慢慢啊推落去，拄啊好放伫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见伊的信心，就对迄个病人讲：“朋友，你的罪已经赦。”遐个经下故事甲法利赛人就真无欢喜。伊心内咧想讲，这个人家己主人是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有医治、有赦罪的能力。毋过耶稣知影因在想啥，就讲，你有啥物要安尼想咧？就同迄个病人讲，你感觉你的罪赦简单，还是你起来行较简单嘞？我要互恁知影，我伫地上嘛有赦罪的能力。后来，迄个耶稣就对病人讲：“你起来，摕起你的裤仔倒去啊！”这时，迄个病人就站起来，摕起伊的裤仔倒去啊！并欢喜快乐的学乐上帝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我是好高汤的第一人，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上有智慧个王。有一个王叫做所罗门，伊敬虔上帝。有一天按时做饭，上帝对伊讲：“你爱我，互你啥物？”所罗门讲：“你互我带伫你手机上人民中，这人民袂受着，马上袂了。”
所以我就你和我智慧会当看到人民的救恩。上帝讲，你单单就智慧会当看到人民的救恩，无求好呀，嘛无求长尾求。所以你单单就智慧会当看到人民的救恩。好啊，但你所做的，互你聪明的智慧。佫有一家有两个回男来找所罗门，第一个回男讲，佫讲啊，我甲这个回男在做伙，嘛拢生一个呀，我问伊咧回是，我叫伊去争取家己的囝，我问伊起来，看我咧看，甲我的囝拖过我伊死去的囝，到伊讲我上帝看这个囝毋是我的，第二个回男讲，毋是安尼，我的囝是我的，死的囝是伊的。所罗两个回男离所罗门是安尼相定，所罗门后讲，去啊，我走来，把这个囝看做两边，一边互这个回男，一边互另外一个回男。第一个回男先就走来看，回来时就讲，佫后来就这个囝互第二个回男把在那里当差伊，第二个回男讲，这个囝无归我，嘛无归你来看伊吧。所罗门讲，就这个囝互第一个回男，因为这个回男真正是这个囝的老母，特别听到所罗门安尼判断，拢做敬畏伊，因为互伊智慧，嘛互伊好呀，真会受。我故事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我是中秋教会主理学校生孙明玲，今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创中式围城。伫古早之前，有一个好野人，伊有两个后生，这第二个后生甲因老爸讲，阿爸，请你互我应许的事分互我，老爸就将钱分互伊，伊摕着钱，过无几工就去少远的所在。伊甲老爸互伊的钱全部开了，即摆伊嘛无物件食嘛无钱，伊只好去工地一个人的厝食头路。迄个人派伊去带伊饲猪，伊到倒厝在饲了，甚至想要食饲猪的猪。后来伊亲戚过来就讲，阿爸有遐尔济重工，我应该转去厝内。求你收留我做你的老母，伊亲戚过来就去找伊老爸，伊的老爸伫厝内所在就看见伊，心内充满的疼，走去迎接伊。老爸走去揽伊的红棍，后生讲。阿爸，我对不起上帝嘛，对不起你，我袂强制做你的囝。老爸辛苦劳苦，讲紧紧摕上好的衫互伊穿，做伙来办乐庆祝。大汉后生倒转来到厝，听见音乐甲跳舞的声，就真生气，因为老爸毋捌安尼对伊做过。老爸劝伊讲，做伙来庆祝。我当作你小弟一直写，你莫带我来上来，咱一定为你欢喜。感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合宝教会张明东。我今仔日要所讲的故事是上有信心的人，有一个人叫做阿伯兰，甲因某再来到一日落地。住伫遐，有一摆，上帝对伊讲，你爱离开你的本地本族，到我所指示你的所在。那呢，我要予你做大国，嘛要祝福你。有一摆，上帝对阿伯安讲。我要予你的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，
爱别爽，那你阿姐，我爸妹，哦，你个家里是这家袂顺利，了后，跟我哋屋里有三个人，因兜行过来。伊就足热情的招待伊，了后因三人对阿伯人讲，每年的今仔日，再来会为你生一个囝，伊爱将伊号名叫做伊莎。这个时阵，伊莎是叫爸来一个抄笑歌，我讲。阿伯人已经接老啊，哪有可能再生啊？了后，因三个人就讲，为虾米再来咧偷笑咧？伊讲，我无啊，你有，你是自心内偷笑。这时阵，因就知，因三个人是天才。了后，过了几冬，因真正生一个囝，将伊号名叫做伊莎。搁一仔，上帝搁对阿伯人安讲，要带你的独生囝到我所指示你的山顶，将伊好献做烧祭予我。阿伯人啊！顺按上帝话，我将带伊的独生囝伊莎到上帝指示的山顶，将伊献做烧祭。当伊将刀摕起来要杀伊的时阵，上帝对阿伯人安讲，千万唔通杀伊。因为我知影你是敬畏我的，你无家己的独生囝留的唔予我，我要叫你，互你的囝儿孙亲像你的天，爱你的山遐尼地，大家嘛会因为你的囝儿孙得到祝福，大家咱若唱阿伯啊！咱有信心，顺按上帝话，咱嘛会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。我的故事讲到这。我是普通教会的大家温。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大鱼巴肚内底的人。一个人叫约纳，刚暗时，伊要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对伊讲：你去尼尼微城，因为遐个人犯罪真多。你甲伊讲，若是唔悔改，我就要甲伊毁灭。啊，毋过约纳讲，尼尼微时常甲我的国家食水少，佮犯罪真多。上帝特别赦免伊，所以这个约纳就调过去迄个真正变方向，叫做卡西。当伊上船了后，上帝就起大风，所以这个船就开始摇。船底的人拢知影是因为约纳得罪上帝，所以伊就将约纳带落去海内底。上帝嘛为着约纳准备了一只大鱼，这个大鱼将约纳吞落去伊的巴肚内底。约纳伫大鱼的巴肚甲3天3暝，伊嘛知影家己毋对，就向上帝亲祈祷讲：主啊，救啊！我知影家己毋对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照你的旨意去行。所以大鱼就将约纳套伫个海边，
有那嘛用三爱时间上咪咪咪打透透，该讲上帝甲有那讲的代志，你是通做犯罪啊，我要生气啊！听着人对国王到百姓，拢悔改伫上帝面前。对这告诉阮知影，上帝的爱永远无改变。伊疼好人嘛疼犯罪人，亲像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。有那甲咪咪咪的人拢是犯罪人，只要容易悔改，上帝嘛写在伊的罪咯。我嘛要亲像伊安尼，即使咱有时超过伊也是无小心犯罪的时阵，咱拢要紧紧常常伫上帝面前悔改。我的故事讲到这。今日问题咱来请咱的吴牧师来甲咱颁奖，来我来报告成绩，来念着你的名，请你出来哈。来，幼稚组第一名，中华路教会恩典啊。标准出来，来，第二名幼稚组，台湾教会林伟嘉。第三名，台湾教会林文辉。来，国小组第一名新化教会，迄个贵信传。第二名福国教会李义勇。第三名中州教会黄进成。第四名中州教会欧南辉。即摆来国中组第一名，福国教会陈家温；第二名，福国教会张明德。啊，赶快！怎么样？你赶到？你回身呐，你过来一点，站在黄色。奖状拿起来。奖状拿起来。回身。耶！好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咱今日采取伫规个教会财务讲圣经故事比赛咱拢会当去着顺序吼。愿主通过这个小朋友因好的表现上帝祝福因，祝福因的家庭，祝福咱的教会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另外呢，非常的感谢你，互阮教协部举办各区的这个台语讲圣经故事的比赛。阮对个在到现在，咱拢这个顺序，也透过国教会这个小朋友好个表现，愿上帝你祝福因本身，通过因有讲台语，也祝福伫因的家庭，也祝福伫每一间教会，也祝福伫阮在座所有参与的教会这个会友家庭这个小朋友，拢有主你的平安，你的祝福踮伫因的当中。通过阮咱的所做，阮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会当好好来推广这个台语，互台语伫阮的教会当建功。愿主你祝福，所有参与的教会小朋友，伫等下要到成年路上，拢有主的掌管，互因平安。当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要上帝听他，圣神的扶持甲帮助。甲正行三甲地地，直到永世大无尽，阿门。感谢。请国教会李高老师，咱的教会副老师高老师，请来领